好，同學，咁2.2啦，都係第二課嘅。咁2.2呢度呢，就係講到因素。嗱，2.1我哋講係層面，呢一度係講因素。咁呢個課程綱領啦，課程要求教咩同埋考咩啦，就係要求我哋呢要知道有啲咩因素係影響嘅，同埋因素之間點樣影響，同埋呢啲因素呢係點樣去決定我哋嘅健康，同埋有啲咩方法去解決問題備有嘅。咁呢個因素呢，就係同心圓啦。咁呢啲係要記嘅，係中間啦個人記到啦。咁呢度有啲唔同，即係社會經濟，咁環境啦，同埋全球。咁呢個呢，就同我哋同心圓呢社經有啲少少唔同，呢個要記啦。個人因素嚟講呢，就要留意要幾個方面嘅。咁個人因素即係你自己決定啦，你決定係點樣。咁方面呢，決定食多定食少啦。或者係你有冇得食啦。咁所以呢個名要識嘅就係營養失調。營養失調呢，一方面呢喺窮嘅國家就係唔夠食嘅。咁或者另一方面呢，就係唔平衡啊，即係食好多肉啊，或者係冇纖維啊，各方面都係叫營養失調嘅。營養過多呢，就叫營養過剩嘅，即係好多啲肥仔啊、黐肥啊各方面，咁會有好多問題嘅出現嘅。OK。咁然之後呢，就係生活方式。生活方式你有冇休息啦、放鬆啦，有冇做運動啦？咁唔健康嘅生活方式呢，就係久坐不動啦，就係呢啲啦，四肢不勤啊，就係講呢樣嘢嘅。咁就會肥啦，唔做運動啦。咁另外呢度要講呢，就係社會生物因素要留意啦。咩叫社會生物因素呢？社會呢，就係講到關係、人際關係；生物呢，就係講到身體嘅。咁譬如呢，一啲呢度所講嘅就係一啲關係，親子關係好，身體開心啲，身體咪好咯。或者係師生關係好，或者唔好啦，成日有壓力，咁唔中意返學，咁咪會產生焦慮，身體咪唔好咯。OK，另外一個呢，就係心理生物，心理生物，咁即係話個心理有啲咩啊？心智啊、情緒啊，即係話個情緒好唔好呢，就會影響個身體。咁譬如有壓力多之後呢，咪個身體胃痛咯。咁呢兩個呢，要特別去記嘅。哇！咁多嘢嘅，咁我都話過第二課書呢，其實就係一個健社嘅介紹講解。咁所以呢，頭先我所講嘅嗰幾個因素呢，呢紮因素呢，其實呢就係喺我哋唔同嘅主題冊遲啲會教嘅。咁所以呢，有基本嘅概念就得啦。遲啲我哋會學嘅。好，跟住然之後呢，就係社經因素、社會經濟嘅因素。咁人口特徵，即係呢個人有啲咩特徵呢？咁第一樣嘢就係年齡啊、年紀要知嘅。咁譬如點解呢？譬如有啲年紀大，有啲病先會出現嘅，或者係有啲小朋友容易感染嘅。咁呢個要記呢，就係佢哋嘅免疫系統未發展好，所以容易感染。老人家呢都容易感染嘅，主要原因呢就係身體機能退化，免疫系統係差。咁呢個就要知道。咁另外一個呢，就係年紀有關嘅，就係啱啱學識行唔識死啦，咁所以好容易有意外嘅出現。咁另外第二個呢，就係性別，又係你冇得改變嘅，男就男，女就女。咁全世界嚟講呢，女性呢個年齡呢都係比男性長嘅。不過我哋要識一個名叫預期壽命。預期壽命即係話你出世嚟講呢，譬如喺呢一年香港出世呢。你應該係80幾歲嘅女人咁男士80頭。咁呢個預期壽命，即係話喺呢個營養啊、科技啊、醫療科技系統裏邊呢，係應該有咁長命嘅呢個預期壽命。除咗你自己有咩意外或者咩疾病或者提早過身嘅啫。OK， 咁男人呢預期壽命短啲，其中一個原因呢，就係因為佢啲工作危險啊、壞習慣啊、吸煙飲酒啊各方面嘅。咁女性呢，有面對嘅風險呢，就係更年期啦，即係月經停咗之後呢，佢雌激素冇咗，咁所以就好快骨質疏鬆。咁呢個女士會面對㗎啦。跟住呢，就係種族族群啦。咁唔同嘅種族族群呢，食物啊、生活方式唔同，咁就會唔同啦。譬如我哋南方人士呢，中意食鹹魚啦，所以有鼻咽癌比較多啲啦，其中一個例子啦。
OK， 社經地位咁就係呢，同健康有影響嘅，就係你個人工賺幾多啦。咁人工高咁可能呢未必健康喎，因為你大魚大肉啊嘛。咁食少咗纖維啦。咁人工差又慘喎，因為你成日憂慮啊嘛，唔夠錢啊，或者應該好啲嘅食物你冇得揀啦。咁呢啲就係憂慮壓力啦。咁呢個都係影響健康嘅。咁第二方面呢，教育，你嘅教育程度高，咁你識得點樣面對壓力管理啦，點樣面對人際關係啦，點樣去保護自己減少意外，唔食煙唔飲酒啦，點樣識得有病去睇醫生啦，咁同埋咧愛惜環境，唔會破壞環境，咁呢啲都係有利健康嘅。咁另外一個因素呢，就係工作，咁工作都影響喎，睇下你咩工作啦。如果你係藍領嘅，即係地盤搬搬抬抬，咁你容易啲受工傷啊意外啦。咁如果你個工作好悠閒，咁健康就好啲咧。如果工作過量，成日加班嘅，咁就好容易病啦。咁呢啲都係有關係。好，又係呢一版啦。咁呢一版呢，所講呢，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呢啲因素呢，就係影響到唔同嘅課題。咁呢度見到呢，就係主題冊1比較多啦，同埋7啊9啊各方面。生活環境。生活環境呢，再開啲嘅就係我哋主要第8課所講嘅，就係嗰個污染問題，水質污染、空氣污染啦、都市壓力啊、噪音啊各方面。咁同埋鄰舍關係。咁呢啲呢，就係好明顯係直接破壞環境啦。咁呢啲個就係一啲例子，我就唔咁逐樣嘢去講啦。咁呢度係見到啦，就係啲雜嘅因素，咁全部都係主題冊8，除咗一個7呢，就係倫理關係嘅。咁呢個都係環境有關嘅。咁最後嗰個同心圓呢，最出邊嘅就係全球環境，就係全球化啦。全球化咁點解會有全球化？咁呢個要識喎，其實通識都會講嘅，就係因為呢，而家即係互聯網啊、飛機啊各方面呢，就係好快嘅。咁所以呢，病菌散播得快啦，資訊又散播得快啦，或者甚至有啲壞習慣啊、煙酒啊、香煙啊咁即係都係好多國家即係散播，發展中國家都係攞咗資訊啦。譬如西方嘅快餐啦，咁好多地方都有啊，可能非洲都有啦。咁呢啲都係不利嘅垃圾食物嚟嘅，高脂食物啦。咁另外一樣嘢呢，其實都有個好處嘅全球化，就係資訊科技可能有啲科技啊、啲知識啊，對病呢可以預防醫治呢，都係有幫助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就可能會有啲道德嘅問題啦，即係胚胎嚟做實驗啊，或者係基因改造啊嗰啲，咁都係好全球嘅嘢，唔係一個國家嘅嘢。咁但係問題可能衍生嘅第一道德問題。咁呢個呢，呢個最開邊呢個呢，就係涉及到呢啲嘅主題冊啦、6、7啦、10啊呢啲方面嘅。咁呢個我哋都要夾到嘅，到時。好，去到公開試嘅題目。咁2010年呢 DSE SP 呢，就係 sample paper 樣本試題卷1。咁呢一條題目呢，就係去講運動，係啦。咁頭先我哋有講到運動啦，兩個正面嘅影響。咁點樣帶來好處？好。好啦，咁運動點樣為健康帶嚟好處呢？咁講咗第一點先啦，減低患上慢性疾病嘅機會啦，心臟病、糖尿病、癌症、骨質疏鬆呢啲全部呢，都係一啲不良嘅飲食或者生活習慣所導致嘅啦。譬如一啲久坐不動嘅生活方式呢，就會增加患上心臟病嘅機會。咁久坐不動嘅相反係咩呢？就係多啲喐啦，多啲喐就係做多啲運動啦。好啦，咁控制體重嘅有效方法呢，咁當然係運動啦。咁呢個就同埋一個能量平衡嘅概念啦。咁呢個喺第3冊嗰度提及嘅。另外就係提供社交化嘅機會啦，譬如去籃球場打街波識到啲朋友啦。咁識多啲朋友就對你嘅社交健康都會有好處嘅。咁另外呢，運動亦都會幫助減壓啦。運動會刺激你大腦分泌呢個多巴胺啦。咁多巴胺呢種化學物質呢，就會令到你快樂。快樂呢，就自然對你嘅心理健康呢都有好處嘅。好啦，2012年
呢個練習題嘅卷二，咁其中有一 part，咁當中嘅個案就係一個主角叫羅拉啦，咁佢其實係利用呢屋企嗰啲 V 啊，即係睇住個電視嚟做運動嗰啲咁而家呢，就係討論，即係跟住個電視遊戲喐嚟喐去做運動嘅好處同唔好處啦。好，咁講下電視遊戲裝置做運動嘅利弊先啦。好處呢，就係唔使出街都係做運動。咁呢個好處呢，就適合你城市人啦、上班族啦，6、7點先放工咁樣。咁唔通叫佢用出街跑10K 咩？係啦。咁另外呢，即係對一啲冇乜時間嘅人都可以做好運動啦，慳翻行出行入嘅時間啦。另外亦都唔使面對嗰啲人呢對身形嘅評論。普遍嚟講呢，一啲肥胖人士減唔到肥呢，就都係因為佢哋驚呢自卑啊，出到街跑步俾人笑啊，出到街運動俾人笑。咁當你可以匿喺屋企呢，攞住對住個電視，攞住個遙控喺度做運動嘅時候呢，咁可以保留到佢哋嘅自尊啦，同時可以做到運動又唔驚俾人笑啊。咁不過呢，都會有啲弊處嘅喎。譬如呢，一啲譬如 Real 嘅網球遊戲呢，咁一啲擊球嘅動作就冇一啲專業嘅健身教練指導呢，就增加會受傷嘅危險啦，係啦，咁樂極生悲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10年嘅樣本試題係要我哋講出一個例子關於科技進步，然之後呢，要講一個正面同一個負面嘅。咁即係其實都係由我哋噏啦。咁但係要注意一樣嘢呢，你唔可以同一個正面嘅因素呢，同一點話佢係正面同負面，呢個就唔得嘅。好啦，咁講下科技進步嘅例子啊。好啦，譬如係基因科技啊，一啲可以將修改基因啊，剪走咗嗰啲有遺傳病嘅 DNA 密碼呢，咁就可以切斷咗，令到佢細路呢，就，如果個父母係有遺傳病呢，佢可以透過基因工程嘅幫助呢，就可以整走咗嗰啲帶有遺傳病嘅 DNA 啊。咁佢嘅細路呢，就唔使有遺傳病，而佢哋都可以正常咁樣生育啦。另外呢啲科技進步呢，對健康都有啲正面影響啊，好似啱啱我所講啊，處理基因遺傳病啊，但係都有啲負面影響㗎喎。譬如呢，我哋人個個呢都揀晒一啲好嘅特徵啊，篩選過晒，咁違反咗我哋本身嘅大自然定律咯，即係一個配子隨機分配嘅機制啦，咁涉及到一個道德嘅問題啦，亦都會產生一啲矛盾嘅價值觀，影響社會和諧啦。好，咁10年嘅樣本試題卷二，咁呢度講到呢，有個主角麗莎，咁佢同佢男朋友分咗手，咁後尾之後呢，發現有咗新記啦。咁呢個分手呢就好傷心，咁因此呢，佢就係沉溺酒精，即係唔停咁飲酒啦，嚟解佢嘅傷痛。咁喺一次呢產前檢查室嘅裏邊呢，醫生呢就建議佢要停晒一切酗酒嘅行為啦。咁喺呢度嚟講呢，就其中一部分呢，就係要去講到佢可能面對乜嘢社會心理嘅問題嚇。咁我哋頭先都有討論過咩叫社會心理啦。好，咁第一個問題呢，麗莎呢就係懷孕啦，咁佢未結婚，咁未婚懷孕啦。另外佢同佢男朋友分咗手，所以佢將來呢就係單親媽媽啦。換句話講呢，咁佢可能會遭到人哋嘅白眼啦，會有人歧視佢啊，未婚懷孕。因為呢，普遍喺華人社會裏面呢都好拒絕呢一啲嘅事件嘅。另外呢，咁佢會由於要獨立去承擔養育嘅責任啦，咁佢可能有一個養育子女嘅問題啦，會產生一啲角色混淆啊，老豆又係佢，阿媽又係佢，咁對個小朋友都唔好啦。另外呢，咁佢生完之後呢，佢得一個人啊嘛，咁可能會患上產後抑鬱症啦。點解呢？
當一個阿媽咧生完佢之後咧，咁佢要休養啦，唔可以返工，唔可以工作，咁自然冇收入啦，冇收入就手頭好緊啦。而且咧，佢又會產生一啲覺得好似因為一啲荷爾蒙嘅分泌嘅問題咧，就會令佢產生一啲好自卑嘅感覺啦。咁兩樣嘢加埋咧，就會增加佢患上產後抑鬱症嘅危機啦。同時間呢，佢亦都有較大嘅虐兒危機嘅虐兒危機，係啦。點解呢？咁啊，好似啱啱所講啦，佢生完之後呢，佢得一個人喎，佢又冇老公幫佢手揾錢喎，屋企啊大小事務啊，個仔嘅發育啊，咔哩咔啦呢樣嗰樣都要佢一個女人一腳踢做晒。咁啊變咗佢好大壓力啦。咁但係佢好大壓力呢，就唔知去邊度宣泄喎。但係又成日會覺得呢，最衰生咗呢個仔，咁啊就可能會產生虐兒嘅概念啦嚇。另外呢，佢亦都會對佢嘅未來有啲負面思想喎，即係好似呢，我一個女人湊住個仔都唔方生性啦，咁樣㗎哩㗎啦嗶哩吧啦，咁啊又可能會令到佢有啲想自殺嘅思想出現啦。好13年嘅卷一，咁呢度咧講到健康咧係唔同嘅因素啦，咁我哋所教嘅，咁然之後咧就每一個因素咧舉出一個例子同埋解釋，咁所以呢度咧就係2分嘅，1分咧就係例子，1分咧係解釋點樣同生理健康有關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咧營養因素。好。咁營養因素呢，即係點啊？即係食咗啲乜啦，食咗啲乜就會影響你有啲乜後果啦。譬如一啲不均衡嘅飲食習慣啦，一啲食得好少菜啊、低纖維嘅膳食呢，就會增加患上結腸癌嘅風險啊。因為呢，一啲低纖維嘅膳食呢，就會搞嚟便秘，便秘又會增加患結腸癌嘅風險啦。另外一啲高脂、高鹽、高糖嘅膳食會增加高血壓、心臟病嘅風險嘅。咁普遍嚟講呢啲快餐食物呢，一嚟平啦，二嚟好食啦，咁就受大眾歡迎多啲。但係一啲健康嘅食品啊，一啲蔬菜類呢，就反而貴啲。咁一啲貧苦大眾啊，可能負擔唔起啦，淨係食得起嗰啲垃圾食物呢，咁啊更加增加咗佢哋患上一啲高血壓啊、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啦。另外呢，營養不良呢就係點樣定義呢？就係食物裡面缺乏某種營養素呢，就會引致營養缺乏病啦。譬如冇維生素 C 呢，患上壞血病啦。咁啊，缺乏維生素 A 呢，就可能會有呢個好咁缺乏維生素 A 呢，就可能患上角膜軟化症啦。另外呢，如果喺飲食裏面攝取過剩嘅營養呢，又會患上肥胖症喎。太多碳水化合物呢，患上肥胖症嘅機會增加啦。係啦，咁啊食太多呢就唔好啦。總之就係啦。咁喺發展中國家，譬如一啲非洲嘅落後地區呢，可能會缺乏食物啊、營養不足啊，咁啊導致各種嘅疾病啦。譬如患上蛋白質缺乏症啦、死亡啦、發育不良啦。咁喺啱啱奧運呢，大家都見到北韓嘅舉重選手呢，又點解特別矮嘅？咁其實就同佢自細都營養不良有關嘅。好啦，咁啊再講下呢個心理因素啦。咁心理因素呢，點樣講呢？點樣寫呢？就係首先你要講嗰個心理因素係乜嘢東東，譬如呢壓力、緊張。咁點樣影響你嘅生理健康呢？咁又會緊張嘅時候呢，會壓力好大啊，咁又會降低咗身體免疫力啊。因為你長時間緊張嘅時候呢，你嘅身體呢又長時間處於一個備戰嘅狀態。咁如果你成日都備戰嘅話，咁你備下備到都冇晒力啦，咁你嘅身體嘅免疫力呢就會下降啦，就令到感染傳染病嘅風險增加啦。又或者呢，緊張呢又會增加胃酸分泌啦，就導致胃痛啦。係啦，咁另外呢，憂鬱啊、焦慮呢啲呢都會令到你唔想食嘢啦，降低食慾。咁冇胃口又唔想食嘢會點啊？肚餓咯。
長期肚餓、營養不良啦，係啦。咁啊唔夠瞓呢，身體唞唔到呢，咁啊身體免疫力下降啦，亦都會增加濫藥嘅危機啦。譬如好多大壓力啊，要懟草呢，去依靠幻覺呢，去抗抑鬱呢，咁就令到身體器官受損啦。係2016年 DSE 卷2，咁啊呢個係情景題嚟嘅。大衛52歲，佢中意飲咖啡，食加工肉製嘅產品。佢嘅朋友呢，就最近呢被發現患上大腸癌，咁所以佢驚啦，驚呢佢就要諗下自己都要大腸癌篩查嘅。咁啊篩查結果呢，就顯示佢啲糞便裏邊有血，咁啊佢需要進一步嘅去好彩呢，佢進一步檢查呢，就冇患上大腸癌。咁自此之後呢，佢就開始去選擇一個健康嘅膳食，同埋定期做運動。咁呢一 part 呢，其實其中一部分嘅啫，2分，就係有兩個乜嘢社區啊，有影響佢嘅例子去 keep 住佢健康生活方式嘅。好，咁啊啱啱問題就要寫2個社區影響嘅例子啦。咁又講下2個啦。第一個就係生活環境啦。咁啊社區裏面有啲運動嘅設施啊。點解呢？譬如一個社區裏面有一個緩跑徑嘅話呢，就會方便嗰度嘅居民啊，可以方便啲去運動啦。如果你諗下你要大街大巷喺啲石屎路裏面跑嘅，跑得又唔舒服又硬腳嘅話，咁你會唔會去啊？唔制啊嘛。咁所以呢，社區裏面有啲運動設施呢，就會影響到增加佢嗰個人呢去運動嘅意欲啦。另外就係傳媒啦。傳媒呢，其實就係一樣好洗腦嘅嘢嚟嘅。咁呢，當佢推廣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啊，鼓勵你做運動啊，健康飲食呢啲呢，就會有一個耳濡目染嘅效果啦。你日日睇日日聽呢，自然就會跟咗佢嗰套方式啦。